暑假幾多家長會同新人安排豐富嘅活動，夏令營也到。不過過關懷家庭嘅新人怕過難參加安尼嘅活動哦。關樂文創創辦人林俊成以帶頭，也為幾多人搶下，今日頭成立嘅小草書屋，免費提供上票菜地各種各小過關懷家庭嘅新人一隻下課嘅有好戲嘅位所。雖然冇資金冇資源，林俊成認為講。喺屯聘人聽書以前，自家應該先做到嘅乜嘅，故所以帶論新人咧種菜瓜做菜瓜布，含個廢菜廢物也到來義賣種錢，含鄉下打造為書屋，希望有一間書屋長期評論，還有自貢欣賞嘅關係，值得改變新人嘅人生。我們就形容說，像這群孩子，就因為他們生活在社會的邊緣角落。就很像都市牆角的那些雜草一樣，所以取名叫小草書。雖然創頭冇人為佢組織實動建議，所以對佢做維繫，就認為唔打眼嘅草未會開出講嘅話。就連安樣嘅理念，小草書屋第7年成立嚟，為培養上下菜地30啷個過關懷家庭嘅成個心中。就是從他小學一直到他國中這個整個比較重要的黃金成長階段，然後做一些陪伴。所以我們就找了很多的志工，然後大家認養課程。大致到拜5到早上8點半到下晝4點，除了國際數量的學科之外，還有發圖、彈吉他、老戲曲類的創意課。如是音樂學運用扮演考羅打鼓，也係戲曲老傳統樂器創調為中嘅基礎方式。一部分培養孩子們的音樂細胞，我覺得這是一個有音樂細胞，至少呢可以帶動他們，也許在心情上有療癒的效果。因為這些家庭孩子來說，他們平常對於這些文化刺激相對是比較弱的，就是讓這群孩子在起跑點上也能夠跟比較正常家庭孩子一樣，就是能夠跟得上。書屋度除了做教室、圖書嘅素材，還做做下當地擺3個料理課，做3項有名嘅客家傳統總盤來搞，圖書菜係從繞嘅挑一鋪。一片鹹嘅片鹹，打造是創作當中發的。書屋嘅成員個每輪買為主動就串嘅菜。這2顆你拿起來，我們的左右手就會覺得哪一顆比較重，表示它的水分，它的水分比較多。蔥是要挑高一點的，蒜白要挑高一點的。哎，有沒有看看？我剛剛講什麼？蒜白要挑高一點。哦，對，啊，你也知道，在小孩子帶出來的，在這整個市場裡面，那麼去 run 的時候，你們就覺得小朋友他們就覺得是說，哎，感受到那一種不一樣的心情。好，那他們也學習到會更多，吸收會更多。第10場樂樂嘻嘻，好處教師係真正是世界生活體驗，咪係一種學習。轉到書屋，成個體能師傅開始準備43位世界組。這邊你這個手要壓住，壓住，哎，壓住，就這樣子切，壓住，哎，對。哦，對，趕快，慢慢的去炒它。豬肉要給它炒香來，豬肉要炒香哦。我們是希望的是說，他能夠在家裡也能夠自己自我料理的一個的方向，讓小朋友得到這樣正確的觀念，才能夠吃到比較養生的方向。因為家庭背景關係，當到成個三菜唔正常，主食唔帶長係隻好少嘢，成個咪做得好難照顧自家。呢係一家長期嘅做飯計劃，書屋唔單止係上課嘅教師，還係成個嘅活下。我覺得他的家庭功能是比較弱的，那甚至可能是說單親，那爸爸不在或者是媽媽不在，那因為長期的陪伴，所以我們跟孩子的關係就像是家人一樣，然後像父親一樣的角色，所以有孩子就說俊哥很像他的爸爸。其實點最先第3下推動嘅幸福港突然撇出做飯計劃，已經第5年，老頭個目標中嘅係今年佢就要嚟設計嘅道。
有些孩子在暑期2个月会进步，但是当他回到他学校的或者回到他原生家庭之后，他会退步的，因为受到家庭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以我们讲说应该要有一个实体的空间，一个据点。那透过长期的方式，包含到平日晚上的课后陪伴、课后照顾，都应该要延续，才能够真的改变孩子。冇本切冇事业，唔過貴族嘅細漢係為做，從冇到入，林俊生突然成經個窮下打從設家嘅負下。跟孩子們就發想說，我們在別人幫我們之前，我們是不是也能夠自己先伸手，先幫助我們自己？後來我們就帶了孩子到鶯歌，剛好我朋友興旺集池，他們就提供我們一些速配的碗，那我們就帶孩子去彩繪這些碗。做完了之後呢，就放了一塊他們自己種的絲瓜布，我們就做了一碗幸福的商品來義賣。從安陽木嚟30兩飯，唔拉計韓先傾入嚟幾副，咪做公班嘅朋友嚟聽帳簿，做10月是不是窮下嚟玩事？唔是講成個未會付出。讓他們知道，這裡是我們一手整建起來的。那也希望孩子在這個過程當中更珍惜這個家。所以這個過程裡面呢，讓他們知道說，我們不是只有靠外界的幫忙，我們自己也要努力。地屬侮辱性擾，包含高考線上撈其他職務，未都係類公共提述。當我們一直都在抱怨說，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時候，那何不我們應該主動回來，去展開我們溫暖的雙手，就去點亮那一支支的蠟燭，然後讓這個社會可以更溫暖。你如果不來做，那還要等誰來做？那去年也有來過，跟小朋友帶過，所以想說今年來的最大的動力應該就是跟小朋友他們也有一些上感情上的問題。對，夠嗎？你自己覺得夠不夠？不夠再去拿。將成個15包，成個很幾下準高價嘅，運輸嘅吩咐令，名為記得地定因此向地下貨。這個隻口沙靚隻口舌，兩條主顧先生未看到當條動滿足。專為做強弱嘅經過，當感受為到幾多嘅見性，林俊生喺那啲兩條成個少計係馬計。你想來上課開心嗎？真的？比學校好玩嗎？比學校呢？好玩。真的。因為我父母親離婚，然後就爸爸常年酗酒，所以我很清楚知道那種家庭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孩子心裡面受到的創傷，或者是他心裡面當時的感受是什麼？那這麼長期缺少陪伴的情況下，可能對這些孩子心裡面的影響又是什麼？唔過唔係乜解都順利食嘅呢，幾多種嚟做差，喺那為用愛心來講基堂來教基。我們就是陪伴孩子去衝撞他人生很多的問題，那一關一關的陪他們經歷過。所以在書裡面，你會發現說，我們跟孩子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林俊生希望香港唔偏選界路，兩條成個為喺那曉得喺那啲中間，所以佢會把握黃金時期，為兩條成個建立正確嘅價值觀，學會感恩老付出，喺那會突然記到匆匆夢想，實現夢想，改變自家嘅人生。